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8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2篇，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第1节到16节，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2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灾难。每个人呢，都希望得到祝福。即使是非基督徒，他们也希望能够蒙福。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商店商人，他们提供所谓的福袋。有些人喜欢到公庙去这个要求福仔那个其实是祝福的福的谐音牧师娘在2015年被发现有肺腺癌，然后接受开刀。在当天的晚上，病房来了另外一位太太，她也是准备要接受肺腺癌的手术。我们就看出她心里是焦急担忧的。她问了非常多的问题希望透过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确定让自己能够安心，那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在彼此这样交通一段时间之后，牧师就问这位太太说我可以为你明天的手术祷告祝福吗？这位太太马上回答说当然好。其实在圣经里面，非利士人以为他们抢夺了以色列人上帝的约柜，他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福气事实上呢，这一群不认识这个上帝的人呢，他把约柜跟他们的偶像同样的列在一起，当然他们所得到的是灾祸了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第1节到16节这样说道：上主的约柜在非利士停留了7个月之后，非利士人请了祭司和占卜的来，问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处理以色列上主的约柜呢？如果我们把它送回原处，还应该付上些什么？他们就回答说：如果你们要归还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当然要向他献上礼物赔罪，不可只把他的约柜呢送回，这样你们的病就会得到医治，并且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断地惩罚你们。非利士人问我们该送什么样的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5个金铸的疮包模型和5只金铸的老鼠，每一个疮包模型和老鼠代表一个非利士的首领，因为同样的瘟疫发生在你们和非利士首领的身上。你们一定要做疮包的模型和那毁坏你们田地的老鼠的模型，向以色列的上帝承认你们的罪，这样说不定他就不再惩罚你们和你们的神明以及你们的土地了。你们何苦像埃及王和埃及人那样顽固呢？上帝捉弄他们以后，他们不是还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吗？所以你们要预备1辆新车和2头未负过恶的母牛，把母牛套在车上，把他们的小牛赶回牛栏，要把上主的约柜放在车上，旁边另外放一个箱子，里面装的那些金模型就是你们的赔罪的礼物，然后拉牛车跟着走，牛就要拉着走。你们要注意车子走的方向，如果它朝着伯示麦走，那就是说这灾难是以色列的上帝降给你们的。如果不朝那个方向走，我们就知道上帝没有降灾，这灾害只是巧合罢了。
非利士人照着他们说的就做了，他们就把2头母牛套在车上，把小牛关在篮里，把约柜放在车上，还有那装金老鼠和金疮包模型的箱子也放在车上。母牛在往伯示麦的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一直的走。他们一面走一面哞的叫着。5个非利士人的领袖跟着他们一直走到伯示麦的边界。伯示麦居民正在山谷割麦子，他们一抬头竟看见了约柜，大家非常的欢喜。车子来到伯示麦约书亚的田里，停在一块大石头的旁边。居民把车劈了，把牛杀了，当烧化祭，献给上主。利未人把上主的约柜和装金模型的箱子抬了下来，安放在大石头上。那一天，伯示麦居民向上主献烧化祭和其他的牲祭。5个非利士人的首领看着他们做的这事，当天就回以革伦去了。我们就知道，错误的期待、错误的方向，不但不会得到祝福，更会因此招致祸害。所以非利士人只好将约柜以牛车运回以色列。在教会里面，在不同的教派当中，有一些教导并不是正确的，甚至会误导人，有一些是偏激的，甚至有一些是异端，在教会里面造成了混乱，那都会变成灾难啊。要知道，要相信主的话，千万不要相信那些神奇的啦、哗众取宠的啦、好听却不真实的话语。就好像有人说，你祷告了就会有钻石从天上掉下来啊，这个是无稽之谈。然后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27节，主耶稣基督的话这样说道：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毁灭性的可憎之物站在神圣地方的时候，读者必须要能够领会这句话的含义。住在犹太的就该逃到山上避难，在屋顶上的不要下到屋子里面去拿东西，在农场的也不要回家里拿外衣。在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女人和抚育婴儿的母亲就苦了。你们要恳求上帝不让这些事在冬天或安息日发生，因为那些日子的灾难是创世以来未曾有过的，将来也绝不会再有。要是上帝没有缩短那灾难的日子，没有人能够存活。但是为了他所拣选的子民，上帝会缩短那些日子的。如果有人跟你说，瞧，基督在这里，瞧，基督在那里，不要相信他们，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会出现。他们要行大的神迹奇事来迷惑人，可能的话，甚至迷惑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记住，我们已经预先警告你们了。如果有人告诉你们，瞧，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瞧，基督在屋里，你们也不要相信。因为人子来临的时候，会像闪电一样，一刹那之间从东到西横扫天空。基督徒要追求真正的福分，不要随意乱求，招致祸患不断，像这个非利士人一样啊。诗篇82篇，上帝主持天庭的聚会，在
诸神的会议当中行判断。他说：你们必须停止不公平的审判，你们不可再偏袒那些邪恶的人，要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要以公道待贫寒无告的人，要救援穷苦贫寒的人，使他们免受恶徒的欺凌。你们竟那么的无知，那么的愚昧，你们生活在黑暗中，正义正在世上消逝了。我说过，你们是神，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跟世人一样死去，你们要像王子一样的倒闭。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这世界，因为万国都属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分辨真实的信仰，不要人云亦云，跟随人去胡乱追求，帮助我们追求真正的祝福，不要遇见祸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